Hello，大家好，應該有好多人都聽過《原子習慣》呢一本書，你可能聽過其他人介紹呢本書嘅內容，又或者你已經買咗呢本書翻嚟自己睇咗幾次，但係好老實講，又有幾多人真係可以實踐到書裏邊講嘅嘢呢？而我會用 AI 工具幫你將實踐書裏邊嘅知識呢個過程變得更加容易簡單，但你一步一步咁樣將書裏邊嘅重點應用到你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入邊。我哋首先嚟分析一下我哋平時睇完一本書之後同埋實踐困難嘅位置到底係喺邊度。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你需要思考翻你平時日常生活中遇到嘅問題，你首先要反思一下自己先，之後先至可以根據呢一個反思同埋問題去到幫自己訂立一個習慣計劃，又或者係需要用時間去到寫聲明。而呢一啲嘅步驟都係比較麻煩同埋需要消耗時間嘅，咁所以有可能有啲觀眾就會覺得我已經睇咗一本書嘅內容，我已經學咗個 concept， 我記住咗之後自自然然就會喺日常生活當中應用到出嚟。咁呢一點的而且確冇錯嘅，睇完一本書之後唔多唔少你點都會記得書裏邊嘅內容，然之後喺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可以應用翻出嚟。但係如果你唔係即刻根據書裏邊嘅建議去到計劃嘅話，冇可能之後對呢本書嘅記憶會越嚟越模糊，你訂立出嚟嘅計劃又或者係平時應用到嘅又剩翻有幾多呢？又或者有部分觀眾都會覺得佢的而且確係需要即刻訂立一個計劃出嚟嘅，不過唔知道點入手好，因為書裏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金句，有唔同嘅框架，有唔同嘅習慣建議，加加埋埋可能有10幾20個唔同嘅行動方案，但係邊一樣嘢先至係對你自己現時嘅生活狀況、你嘅習慣、你嘅喜好、你嘅性格配合完之後係最有效。所以 AI 喺呢度嘅作用唔再係好似書裏邊咁樣不停咁樣堆更加多嘅知識俾你，而係幫你根據你自己實際嘅情況匹配同埋篩選書裏邊最精華嘅知識，你就可以好簡單咁樣根據 AI 嘅建議去到將書裏邊嘅知識真真正正咁樣落實到你日常生活當中，幫你培養你想要嘅習慣，做到個人成長。所以 AI 喺呢度嘅角色其實係幫你根據你嘅情況提煉出可行嘅第一步，同埋幫你去到建立一個最小嘅可行系統，令到你真真正正咁樣將書裏邊嘅知識融匯到日常生活當中。而今日第一集我會同大家重溫一下原子習慣裏面最核心嘅概念先，因為我呢條片最主要想講嘅係到底 AI 可以點樣幫到你將書裏邊嘅知識帶到現實生活當中，令到你唔再只係睇完本書就算。所以我唔會好詳細咁樣講解原子習慣呢本書。如果大家想聽我講原子習慣呢本書嘅話，可以留言話我知，我之後就會另外拍一集就特登講原子習慣呢一本書嘅詳細內容俾大家聽。所以我之後會示範一下你平時可以點樣用 AI 去到幫你建立一個專屬於你自己嘅習慣計劃。原子習慣呢本書我覺得其實講咗3個核心重點。第一點亦都係佢一開始講嘅就係你每日進步1%，一年之後你就會進步咗37倍，就好似你每日記一個英文詞，而一年就可以記咗365個。如果用數學嘅公式去到計嘅話，就係你每日進步1%，每一日複利咁樣去到增長，你嘅成長就會係比你一開始嘅時候進步咗37倍。而第二點亦都係成本書講得最多嘅內容，就係培養習慣嘅4大法則。第一步係提示，即係譬如我係想培養呢個多啲飲水嘅習慣，所以提示嘅意思就係我盡可能喺身邊嘅唔同場合都擺到個水杯喺度，可能喺你嘅書房、喺個廳嗰度做嘢嘅環境，又或者好似我咁樣直接就買一個2啲嘅水樽擺喺你嘅書台嗰度，當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就自自然然會記得飲水。呢一個就係提示。第二樣嘢就係渴望，就即係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同時亦都係做緊你中意嘅事。我再用翻呢個水樽為例啦，因為我中意呢啲紫紫地、青青地嘅色，咁所以當我見到佢嘅時候，我就會自然想拎起佢，拎去佢之後，我就自然會飲水。第三步就係回應，就係你真真正正做咗呢件事，就即係我飲咗一啖水。而第4點就係獎勵，即係當我做完咗成個動作之後，我係會有一個獎勵嘅。譬如我而家嘅目標係每日要飲2啲水，所以當我飲完2啲水之後，我可能可以食一個 yoga 去到獎勵下我自己。當有個獎勵喺度嘅時候，你嘅身體就會記得我做完呢一樣嘢係會帶嚟好處俾我嘅，所以你之後就會 keep 住咁樣繼續去到做。而第3點就係改變你自己嘅身份認同。譬如我而家係培養緊我每日多啲飲水嘅習慣，我呢度唔係講我要每日飲水，而係我要變成一個健康嘅人。我嘅身份變咗做一個健康嘅人，多啲飲水就係自自然然係其中一環。因為你嘅身份唔同咗，咁所以你嘅諗法、你嘅行為亦都會隨之而改變。以上嘅理論可能聽落去係好簡單，不過做嘢或者睇完書，從來最難嘅一點，一定係點樣去到實踐。所以而家我哋一齊睇下 AI 可以點樣幫到手。我就用《原子習慣》呢一本書整咗一個 GPT 出嚟，裏邊嘅所有嘅知識都係根據《原子習慣》呢本書嘅內容去到做整合嘅。所以如果你哋有關《原子習慣》嘅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問呢個 GPT。記住揾 AI 去到 plan 計劃嘅話，一定係要度身訂做嘅，咁樣先至
至可以配合到你嘅情況、你自己嘅環境，之後就可以更加容易咁樣 plan 到一個適合你自己，而且又容易執行嘅計劃出嚟。提示詞嘅內容就係我希望你可以根據原子習慣裏邊嘅4大原則，幫我設計一個每日睇書嘅習慣計劃。而我自己嘅習慣就係睇書啦，你就可以根據翻你自己嘅要求去到改變其他嘅習慣計劃。譬如你係想做 gym 嘅，又或者係做其他事嘅，一樣改翻個名就可以。而且要同翻 AI 講，我想你對我有更加多嘅了解，之後再為我制定一個專屬於我自己嘅習慣培養計劃出嚟。你可以問我屋企嘅情況或者環境係點樣，我每一日嘅生活作息，我嘅喜好係乜嘢，同埋等等其他同我呢個制定計劃有關嘅問題，令到我可以更加簡單、更加容易，而且係有動力咁樣去到達成我嘅目標。我輸入咗呢個提示詞之後 ，ChatGPT 就會回覆我，問翻我其他嘅問題。咁有啲人可能就會覺得啦，哇，成堆問題好多喎，打完之後我自己都 plan 完啦。不過大家其實唔使打字嘅，因為 ChatGPT 咧就有一個錄音嘅功能，咁就即係咧我講啲乜嘢，佢就會變成文字顯示翻出嚟，而且佢嘅準確度咧，即使我係用廣東話都好啦。佢嘅準確度其實都幾準下嘅。我哋錄完音之後啦，就撳個 tick，佢咧就會將我講嘅嘢變翻做文字咁樣顯示出嚟。咁所以我哋咧就可以根據翻 GPT 嘅問題，然之後利用錄音嘅功能去到回覆翻佢。而呢一段嘅文字就係我用錄音嘅方式去到答翻 GPT 嘅問題嘅。因為我自己有試過用 ChatGPT、Gemini 同埋 XAI 嘅 Claude，喺呢3個 AI 裏邊 ，ChatGPT 佢嘅語音轉文字嘅功能，我覺得係最出色嘅。雖然有陣時候啦，佢可能變成嘅文字都係會有出錯，依然係有可能聽錯嘅，所以我哋最後咧都需要 review 一下到底佢嘅文字正唔正確，然之後自己再手動去到修改一下就可以啦。不過都已經比我哋自己打嘅話要方便好多。我哋答咗 ChatGPT 問題之後啦，佢就會根據原子習慣嘅4大法則去到幫我哋諗下我哋嘅閱讀計劃可以點樣去到 plan。例如首先佢哋會同我講，可以將提示變得更加顯而易見。觸發點可能就係每日上床之前我就睇書，同埋可能夜晚我洗完面之後我就打開手機睇書，又或者係其他嘅行為都得。而且視覺化嘅提示就係我可以將電子書放喺我手機裏邊嘅第一版。點解佢會咁講呢？就係因為我啱啱同咗佢講，我平時係用手機睇書嘅，咁所以佢咧就會根據翻我自己嘅個人習慣去到建議我係點樣可以更加容易實行呢一個睇書嘅習慣嘅。又或者係可以 set 鬧鐘代辦事項，提我10:30就要睇書啦。而另外一個方式咧就係誘惑捆綁再加身份認同。譬如我係中意打機嘅，咁我就可以 set 我睇完書之後我先至可以打機，我未睇完書嘅話我係唔可以打機嘅。呢個係對自己嘅一個約束，因為我會想打機，咁所以我就會睇完書之後再去打機。第二就係身份認同啦，身份認同要提示嘅係我係一個持續成長，我係渴望進步嘅人。所以每一日睇書就係我身份嘅一部分，而唔係我將個目標 set 做我每一日要睇書，我係會成為一個每一日睇書嘅人咁簡單。而第三步就係減少摩擦同埋2分鐘嘅法則。譬如佢啱啱講到，我可以將 Google Book set 咗喺個首頁嗰度，開手機嘅時候唔好開其他 app， 又或者我再絕啲，我嘅首頁我淨係擺 Google Book， 我每一下開手機嘅時候，我第一下見到嘅就係睇書。而另外一個就係2分鐘法則，就好似開頭咁講，說服自己我淨係睇2頁就得啦，令到我哋嘅大腦唔會咁抗拒，咁我哋自然就會執行呢一樣嘢。而最後就係一個獎賞，譬如我可以每一次睇完書之後，就喺我自己嘅 schedule 嗰度 tick。大家唔好睇少呢一個就咁 tick 一 tick 嘅威力，其實都係會俾到成就感同埋滿足感俾我哋嘅。而且另外亦都可以加啲小嘅獎勵系統俾自己，譬如我連續睇完7日書之後，我可能就可以買到一款新 game， 又或者係其他嘅獎勵。不過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獎勵係唔可以同我培養緊嘅習慣係衝突嘅。譬如我嘅目標其實係體重管理，所以我嘅獎勵就唔會係去食啲肥膩嘢。而 ChatGPT 啱啱俾我嘅都係一個大概嘅一個指引，所以我咧就問佢可唔可以俾一個月嘅閱讀習慣養成計劃。你需要好清楚咁樣話俾我知，我每一日要做嘅嘢係乜嘢，用咩手段去到培養同埋改變我嘅系統，改變我嘅環境。我問完之後啦 ，ChatGPT 咧就會每個禮拜咁樣去到分階段幫我去到諗我係可以點樣去到完成呢個閱讀習慣嘅。例如第一個禮拜嘅時候啦，我每一日可能就係睇1頁嘅電子書啦，而且可以 set 鬧鐘將 Google Book 擺到手機嘅首頁。強調一開始嘅話用翻2分鐘法則，又即係洗翻自己嘅大腦，話俾自己大腦知，其實呢件事好快好簡單就可以做完，唔需要抗拒，好快就可以搞得掂噶啦。最重要嘅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唔需要強求進度，而個重點就係我有閱讀到，我有做到，我有建立到呢個身份認同。而由第2個禮拜開始，佢可能就可以
加大翻每一日睇書嘅時間啦。由一開始嘅睇一頁就可能變到每日睇5至10分鐘。跟住，然之後可能加其他嘅 wood，譬如我完成咗睇書之後，我另外一日我可以輕鬆啲，我可以打機嘅，不過喺其他時候啊。又或者我可以喺睇書嘅時候播一段我中意嘅 background music。咁我一聽到呢個 background music 之後，我自然我身體就會記得我係要睇書啦。第3個禮拜開始，亦都可以再加強到閱讀嘅時間，變做10分鐘至到15分鐘。然之後再進階啲嘅就係每日睇完之後問下我學到啲乜嘢，我從書裏邊總結到啲乜嘢，記錄佢寫喺一本手機嘅備忘錄，又或者係自己嘅 note 上邊。個目標就係培養我係嗰一種每一日都會學習，每一日都會進步嘅呢一種身份認同感。去到第4個禮拜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睇15分鐘書，或者成個章節咁樣去到睇。正常嚟講，我哋嘅大腦同埋身體就會自然感覺到呢個時候就要睇書啦。當然亦都可以繼續提醒。最重要嘅目標就係要令到閱讀係變成一種慣性同埋心理滿足，並唔係壓力。因為當一個我哋想培養嘅行為變咗一個慣性同埋身份認同嘅滿足感，我哋先可以持續好多年咁樣去到做呢件事。如果你對 ChatGPT 嘅呢個計劃有任何意見嘅話，記得一定要直接咁樣同佢講，你唔滿意嘅部分喺邊度，要修改啲乜嘢。有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嘅，就係 AI 一開始 generate 出嚟嘅嘢，好有可能係唔會貼合你嘅需求嘅。咁到底點解呢？最直接嘅解釋就係因為佢同你都唔熟，佢同你啱啱先識，佢又點樣了解你呢？唔了解你，咁所以佢 generate 出嚟嘅嘢自然就係唔會直接貼合到你嘅要求。所以你需要同佢傾多啲偈，佢先會了解你到底想要點樣去到做。而 AI 幫你諗嘅計劃，如果你覺得有啲咩唔啱或者係唔滿意嘅地方，你就即刻同佢講，呢一點要點樣去到改，嗰一點要點樣去到改，就用啱啱培養睇書嘅習慣嚟到做例子。AI 可能會同你講，你可以由每日一頁咁樣去到睇起，但係你可能覺得一頁太少啦，我既然拎得起本書，我就可能會睇到幾頁噶啦。但係你又唔想睇太多，所以你可能可以同 AI 講，我想由一開始每日睇5分鐘書開始，又或者佢係叫你夜晚睇嘅，但係你係想 lunch time 嘅時候睇都冇問題。佢哋同佢講，佢就可以直接改。所以成個過程就係我哋中間要不斷咁樣去到討論出一個你自己覺得最舒服，而且又可以做到嘅方式。記住最重要嘅係，你傾完呢一個計劃之後，你自己係唔會有壓力，唔會有負擔，而係由心咁樣去覺得我係真係願意去到改變，願意去到做。因為當你做呢件事嘅時候，你真係覺得舒服，先至可以改變到你嘅行為習慣，令到自己確實咁樣應用書裏邊嘅知識，逐啲咁樣去到進步。就回應翻呢本書一開始咁樣講，當你每日進步1%，你1年之後就可以進步到37倍。而呢一啲嘅進步亦都係慢慢一點咁樣去到累積。你唔需要覺得，如果一開始嘅時候我做咁少，咁咪進步得好慢咯。但係進步同埋改變自己都係慢慢咁樣去到形成。你做嘢唔會一步登天。依家唔係講緊中6合彩，而係長期嘅一個投資，對自己嘅一個投資。今集就去到呢度，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記得依家就即刻去到做啊！試下講你嘅目標俾 AI 知。我寫好咗原子習慣嘅 GPT 網站同埋相關嘅提示詞，我都放咗喺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嗰度，大家快啲去試下做啦！如果你中意個人成長同埋 AI 呢啲嘅實用教學，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嘅 channel 啊！下一集我會繼續拆解原子習慣裏邊嘅其他重點，譬如係點樣寫聲明，點樣幫自己強化身份意識，再結合 AI 去到實踐。如果你喺用 AI 又或者係 plan 計劃嘅過程有啲咩問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